大家平安。今天我们3月5号的在家会主要读马可福音的第6章14到29节，主题是蛇蝎与狐狸。我们先来看6章17节的金句。希律曾下令逮捕约翰，把他绑起来关在监狱里。希律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希罗底，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经文分为2段6章14到16节，希律给耶稣的评价；6章17到29节，施洗约翰的训道。在3卷福音书中报道着施洗约翰训道的记述里面，我们看只有马可福音它比较详细来呈现希律安提帕杀害施洗约翰的细节。那只有马可福音记述希律他惧怕约翰，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义人圣人，所以要保护他免于妻子希罗底的杀害。尽管约翰他的讲论困扰他，他依然乐意来听他来传讲。那只有到了跳舞的希罗底的女儿他对他承诺说，无论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家的一半，我也会给你。只有马可来报道参加希律生日宴的这些大臣还有这些加利利的领袖，他报道的这个生日的盛况来解释希律他不愿食言，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希罗底要取约翰的头的要求。那我们看只有马可呈现希罗底他幽暗邪恶的心路历程。杀害施洗约翰的事件不仅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杀害，或先知言论得罪权贵，而是更深更大集体性的这个罪恶，错字的融入，利益的互惠，为了要得着这个利益，它能湮灭良知，掩盖正义和真理。在这样的权势和机制之下，死亡不会只是死了一个先知，可能会更多。那我们看施洗约翰的死也预表了耶稣的受苦，他被杀害。约翰他死在权势的融入和利益互惠的机制之下。耶稣挑战权势的这个就是融入跟利益，也是他受害被定的一个导火线。纵使邪恶的权势看来是非常的强大，那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也相继受害，但是我们知道他却不能阻止上帝的国他所传讲的福音能够传遍到世界各地。那我们来默想，像施洗约翰被杀这种事会发生在21世纪的社会吗？今日的市民信徒会守望相助吗？还是以为这不过是单一的事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权势再大也不能够阻止你上帝国的福音的广传。愿你是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施恩传福音的管道，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向人传讲你天国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祝大家天天蒙福，祝你有美好的一天。